Hello 姐姐， Hello，姐姐叫咩名啊？我叫古馳阿 City 啊，今年幾多歲啊？ 37歲啊，結咗婚未？我離婚，離咗婚，係有冇自己小朋友啊？有啊，有一個仔啊，一個仔17歲啊，哦，係嚟香港做咗嘢幾耐啊？我喺香港14年啊， 14年。係咁照顧小朋友定老人家㗎？兩個都有過，兩樣都有嘅。係好，咁姐姐驚唔驚狗咧？我唔驚，你唔驚狗？姐姐食唔食豬肉？唔識，因為穆斯林。係嗱，咁可唔可以煮豬肉咧？可以，可以，係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識啊，識啊，例如咧，點咩？識煮啲乜嘢啊？煲湯啊，整魚啊，炆嘢啊嗰啲食哦嘅，，普通嘅都 OK 嘅。係啊，OK 嘅，如果個僱主叫你自己一個人去超級市場啊、街市買嘢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冇問題嘅。冇問題嘅，好，唔該晒你姐姐。唔該晒。拜拜。